唔可以唔知記止痛藥。你有冇試過疼痛嘅經驗呢？例如頭痛、牙痛、關節痛或者肌肉酸痛，又或者令好多女性每個月都怕嚟嘅痛經。為咗要止痛，止痛藥係咪可以一直食？咁樣做到底啱唔啱呢？答案當然係錯啦。而家想要話俾大家知，常見嘅止痛藥有邊啲，止痛藥嘅用途，同埋點樣食嘅先安全。常見嘅止痛藥有三個種類。第一類係中樞止痛藥，成分係阿司特米諾芬組成，即係我哋常見到嘅必理痛。第二類止痛藥就係非類固醇嘅消炎止痛藥，有好多種不同嘅成分，常用嘅係分為第一代或者第二代。而呢兩類藥物通常都可以自己去藥房買到，而第三種需要由醫生開嘅處方先可以得到。佢哋係歸類係阿片類止痛藥，而呢啲藥嘅成分係會具有令人容易上癮，所以被列為管制藥品。咁而家我哋嚟了解更加多中樞止痛藥，佢嘅作用方式係阻斷中樞神經信號嚟達到消除疼痛感，就係成時見到嘅必理痛藥。而佢嘅主要用途係用嚟退燒同埋止痛，例如頭痛、牙痛或者啲神經痛等等。除咗一啲病人之外，一般成年人、老年人、細路仔同埋孕婦都適合使用。非類固醇類消炎止痛藥 NSAID 藥物作用方式係藉由抑制身體的環氧化酵素，降低身體發炎，來達到止痛、退熱的功效。用途方面主要係消炎，例如退化性關節炎、痛風、類風濕性關節炎等等。而且同中樞性止痛藥亦都有退燒同埋止痛嘅效果。阿片類止痛藥容易上癮，被列為管制藥品，止痛效果強，適用於中度至嚴重疼痛的病人。但係亦都有好多例如頭暈、嗜睡等唔同嘅副作用。如果出現嚴重意識不清、呼吸困難、痙攣、低血壓、心臟瞳孔、心跳緩慢等症狀，就要立即去醫院處理。咁即係話以後身體有疼痛就可以自己去藥局買止痛藥食就得啦，唔使睇醫生。咁樣的觀念當然係錯啦。服用過量，甚至同酒精一齊服用，會容易造成肝毒性或者肝臟損害，有啲會造成腸胃或腎損傷等副作用，因此需要去睇醫生嚟治療先至最正確。除了吃西藥，還有其他方法嗎？當然有啦，除咗食藥，仲有外用藥膏、藥布、藥物注射，而且仲有透過物理治療去達到止痛效果。另外仲有透過按摩手法，或者可以揀中醫治療嘅方式。我對中醫也有興趣，那麼還有那些方法呢？中醫治療，中醫生透過望、聞、問、切四診的方法，幫病人診斷疾病，然後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，譬如按摩、推拿、針灸經脈穴道、艾灸熱療經脈、拔罐或服用中藥的方式，來幫病人達到止痛效果。哇，太棒了！原來還有這麼多選擇。疼痛係疾病俾我哋身體嘅警訊，食止痛藥只係為咗舒緩症狀。如果有長期嘅疼痛情形，就應該去揾醫生，揾出疾病嘅根源，對症下藥。所以即使係安全性高嘅藥物，亦都有其危險性嘅存在，或者藥物本身嘅副作用。所以喺食用任何止痛藥之前，都應該去問醫生或者聽藥師嘅建議，嚟達到維護自身嘅用藥安全。
拜。